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字裏行間，我係 William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明明準備得好充分嘅一場演講、一次面試，甚至係一場比賽，結果喺最關鍵嗰一刻，腦袋突然間冒出一把聲音同你講：如果我搞錯咗點算啊？我啲動作、我啲手勢係咪好奇怪啊？然後你嘅腦袋就真係一片空白，身體完全唔受控制。最後件事真係搞錯咗。如果你有過咁嘅經歷，呢本書內在對話 Chatter 就係為你而寫㗎喇。作者伊森克洛斯 Ethan Kross 係世界頂尖嘅心理學家。佢話俾我哋聽，將呢一切都搞錯嘅聲音就叫做小對話。為咗說明呢個現象，作者講咗一個真實嘅故事。喺2000年美國大聯盟季後賽，有一位天才投手，佢嘅名叫 Rick。當時佢只有21歲，但係已經係被譽為棒球界嘅明日之星，擁有完美嘅投球動作同埋驚人嘅臂力。嗰日嘅比賽一開始佢係掉得非常順利，但係到第3局，佢掉咗其中一球，呢個球直接飛過咗捕手嘅頭頂。對於職業投手嚟講，本來呢個只係一個好小嘅失誤，但係喺嗰一刻開始，Rick 嘅腦中小對話就開始同佢傾偈啦。Rick 開始喺個腦袋入邊瘋狂咁同自己對話：我頭先嘅手臂角度啱唔啱呢？我係唔係頭先跨步太大？我下一球應該點樣發力呢？佢試圖用意識去控制自己每一個投球嘅動作，結果呢，佢掉出咗第2個嘅壞球。然後係第3個、第4個，嗰一局佢驚人地投出咗5次嘅壞球。佢望住自己對手，仿佛好似唔係佢自己嘅。一個原本眯埋隻眼都可以將波掉得好嘅天才，突然間喺呢一場掉咗5次嘅壞球。最後佢喺滿場觀眾嘅驚呼聲當中被逼換落場啦。從嗰次之後，佢再恢復唔到之前嘅水準，過幾年之後，甚至黯然退役，結束咗投手嘅生涯。咁到底發生咩事呢？心理學家叫呢啲做分析導致癱瘓。我哋嚟睇下另一個極端嘅例子。美國體操天后 Simone Biles， 佢能夠喺空中完成不可思議嘅後空翻2周加轉體3次。呢個動作需要極度複雜嘅身體協調。如果佢喺半空中，個腦突然間諗，我而家左腳要點樣轉彎，右肩要點樣轉，佢一定會跌到粉身碎骨。佢嘅成功係因為佢經過千萬次嘅練習，已經將呢啲動作變成自動化技能。佢嘅內在聲音喺執行動作嘅時候係完全安靜嘅。呢個就係棒球手 Rick 嘅悲劇真相。當我哋一項技能已經做到滾瓜爛熟嘅時候，大腦其實已經設定好自動駕駛模式，但係當壓力嚟到嘅時候，我哋腦入邊嘅小對話突然介入，佢就好似一道刺眼嘅聚光燈，逼住你去檢查每一個微小嘅細微動作。結果你無意間將原本連貫嘅動作拆解啦，你嘅內在聲音切斷咗你辛苦建立嘅技能鏈條。其實小對話唔只會發生喺運動員身上。我哋平常人都會經常會有內在嘅小對話，譬如啦，你平時同同事開會，口若懸河，思路清晰，但係一面對到大老闆要做年度匯報，你個腦就開始同自己講啦：老細頭先皺咗個眉喎，係咪唔滿意我呢？係咪我呢句說話講錯咗呢？當你將你嘅注意力從我要表達嘅內容轉移到我自己嘅表現嘅時候，你嘅講嘢就會開始結巴、口窒窒，思路就會被打斷。呢個就係小對話對於我哋嘅破壞力。講完呢一集，我想大家思考一個問題：你嘅大腦本來係你最強大嘅武器，但係當壓力嚟嘅時候，呢把內在聲音就往往成為咗你最大嘅敵人。你上一次因為諗多咗而搞錯一件事，係幾時嘅事？如果我哋冇辦法令到呢把聲收聲，我哋應該點樣馴服佢？下一集
我哋會講下一位心理學家發現咗一個神奇嘅咒語，只要改變一個稱呼，就能夠瞬間讓你跳出大腦嘅迷宮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